来继续来看这个选前之夜，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权是民众党抢到，结果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主委张木兰用台语甲人口说讲，无迄个尻川要食迄个下药，也就是讲到时阵去做事的人，若无够济就歹看咯。讲这个话引发着争议咯，都参民进党的高层嘛讲同话，提起因的同仁无需要安尼讲倒口正写。再去张木兰陪立委参选人扫街的时阵，道歉会失礼咯。若安尼，赖清德选前之夜的造势活动，要伫倒位举办呢？讲真有可能会先转去伊的本命区台南，再搁赶起来北部来造势。因为心直口快了哈，有一点点失误，造成大家困扰，我已经让书面跟大家致歉了。宣言之会讲了伤紧，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张木兰亲身会失礼。因为伊为了选举前一枚场地口死民众党，无咧卡针要食咧下药吼。这段话唔那引发着争议。黄社讲，和民进党秘书长柯立明伫中常会提醒，免讲正口倒写，口口声声。我想以后我们会更谨言慎行。毕竟开刀是每一回选举，大家一定会小抢的场地。最近民进党提下选前之夜路权，不过选前之夜前3天是由赖清德办公室提起。张刊的布置敢会受到影响？通常你要在凯道办造势大会，你大概也需要2到3天的时间。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你就把这些大型的机器设备都架好、准备好来举办活动？这可能都会要花一番功夫跟时间。是不是可以比如说建议的用抽签啊什么？我觉得都可以来研究看。讨论讲该用抽卡的模式，但免特别选举弄得变抢手。不过如今赖清德的选前之夜到底要伫倒举办？敢是伫北平东路的竞选总部？黄社讲赖清德可能一暝变2场，先登去本命区台南，刷落来搁赶场，登来北部造势。所以这个场地的选择，因为要考虑到的因素有很多，比如说场地、路线，所以这些东西都由中央党部在统筹办理当中。不过最后一刻拢正保密，若好友谊的部分有可能会回放新北的大本营。那日被互相相抢，展现上强的气势，都是希望会当积留一寡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